死是不会死，但疼是真的疼啊。叶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傅延川，你能不能做个人啊？没看见我受伤了吗？为什么叶少会在这里？你们是不是已经……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懂不懂什么叫做遵守妇道？遵守妇道，不如你先示范一下什么叫遵守夫道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赶紧把衣服换了。你这样像什么样子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走了。川哥，川哥，你的小情人在呼唤你呢，还不快去？川哥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不是让你在下面等着吗？川哥，我本来在车里等你，谁知道忽然有人敲车窗，我下车之后，那个男人就把我打了。打你？什么情况？川哥，你看，痛不痛？什么人打你？看清楚没有？曲音，不会是他，他没这胆子。我也不敢胡乱指控，但是那个男人打我的时候，嘴里说着看你还敢不敢讲曲小姐的男人，还说什么受人钱财替人办事，下次要彻底毁掉我的脸。你竟然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！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！你叫人把佳宁打成这样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报警？你报啊，看看到时候是抓我还是抓他。